粉蛋炒饭。等一等，干啥呀，大哥？直播呢，一会儿掉粉了啊！那个李艳艳是住这儿吗？啊，那个。 在这半个月以来，绿藤市连续有2名网络女主播在自己的家里被人杀害。第一个死者陆小北，绿藤市师范大学大3学生，同时兼职斗影直播平台的网络女主播。7月15日晚7点左右，凶手化妆成外卖员的样子，成功骗开了房门，趁被害人转身拿钱的时候，将氰化钾注射进被害人的体内。因为紧张，被害人没有立刻致死。 凶手为了阻止被害人呼吸，用硬物将其砸死。后来经调查发现，所用的硬物是被害人常用的麦克风，同时这只麦克风不明下。第二个死者李艳艳，女，今年28岁。与第一个案子相同的是，李艳艳和陆小北都是斗影直播平台的网络女主播。7月25日晚，在平台订购外卖之后。 再次被凶手以送外卖的名义骗开房门。与上次的慌张不同，这次凶手准备得很齐全，用预备的铁锤将被害人的头颅砸碎，在杀完人之后，故意将房门打开，便欲让其他人立刻发现尸体。我综合了从98年开始国内外的所有入室杀人的数据，从大数据上来看，这个凶手故意让尸体被发现。 目的只有一个，挑衅。这个凶手类似于美国黄道12个和英国开膛手杰克，一般属于无感知障碍型人格，而最严重的就是，根据数据分析，当第2具尸体被发现之后，这个凶手继续作案的可能性为，也就是说，此时此刻，这个凶手。 一定会再次作案。小唐，这些数据和证据我们已经清楚了。那么，按照你们这个网络犯罪安全管理和监督人员的技术角度来说，对，根据你们这个能够总结出这个凶手有什么样的犯罪规律啊？在刑侦科提供的基础数据之上，我总结了2起被害人的社会关系和日常的行动规律。2个人除了都是斗影的网络女主播之外，并没有任何的不良记录。走访发现了2个人除了平常日常生活里叫外卖，也没有得罪什么人，基本排除了熟人犯罪的可能性。但是，我查询了2人的 IP 浏览记录之后，发现了一件事儿。
在7月9日晚间，李艳艳和陆小北突然同时引导粉丝去主播桑楠楠的3号房间，却正好赶上桑楠楠在主播自己的不雅视频。桑楠楠因为在视频中诽谤自己的老板而被公司开除，同时被永久性的封号，从此再没有任何一家公司敢和他签约。桑楠楠在主播的行业里销声匿迹。所有人都说桑楠楠是为了博上位而不择手段，但据桑楠楠本人所说，当时他根本就不知道视频摄像头是开着的。因为谁上首页和粉丝赠送礼物多少的问题，桑楠楠曾和李艳艳、陆小北发生过激烈的冲突。也就是说，桑楠楠落到今天的这步田地，是被李艳艳和陆小北联合陷害的。那么，桑楠楠对于2人的报复也就合理了。桑楠楠，女，23岁，绿藤师范大学医学系学生。如果说是医学系学生的话，那么氰化钾的来源也就合理了。所以，我觉得凶手就应该是桑楠楠。邢局，可能您岁数有点大了，要不我再跟您说一遍。那倒不用。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啊，你看，既然你认为凶手是桑楠楠，那他最应该做的是，当他杀完人以后，第一件要干的事儿，就是先躲起来，或者跑掉，因为他任务已经完成了。现在最怕的就是被警察抓到。那他为什么还故意不把门锁上，让我们第一时间发现了尸体？据我们局里的心理幻想师说，凶手应该是一个25岁左右的男性。等会儿，邢局，您刚才说什么来着？25岁左右的男性。上一句。心理幻想师。心里话。对不起啊，邢局，我不是故意嘲笑的。就像一般我们这种搞技术的都是拿数据去说话的，这怎么现场有那些东西就能画出一个25岁的男性呢？这根本就不是画像了，这是算命啊！所以我觉得凶手就应该是桑楠楠。接下来呢？邢局，3号直播间有情况，把那个画面传到大屏上。来，你走开。尽快！方木，邢局，切断直播间所有的对外直播，仅保留现在的监控信号。中华到，立刻通知平台管理员。是。
你就是那个算命的？你好，我叫唐优，唐三藏的唐不能。再有人死了。点滴瓶的容量大概是500毫升左右，点滴的速度是每分钟0.125毫升，点滴瓶的高度是1.2米。实验室里常规的氰化钾溶液41%浓度，致死量大概是1毫升左右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只有5分钟的时间赶到现场。喂，冯某，你刚让我查桑丹家地址是桑楠楠的家庭住址是，快，龙丹家园。21号楼1单元7内30。快通知附近人，马上赶到现场，只有5分钟时间。喂，小峰，快，通知所有人到龙丹家园。喂，龙德家园有紧急情况。行去，离得最快也得15分钟。太尉，行了，我知道了。新买的耳机都快给我震坏了。咱现在路是这样啊，如果咱们现在执行的话，大概还需要15分钟左右的。少废话，赶紧的，哪边进？直接左转。不是，伟哥，能不能把信号接进去？你说什么呢？能不能和主播说上话？你谁啊？照他说的做。